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係8月15號，然之後咧，今日我哋個任務就係睇兩間1/4嘅別墅，田字型別墅。咁我哋首先睇第一間係雅居樂後湖居，即係振華路嘅呢個別墅呢，佢有幾個優點。第一個啦，門前出嚟朝向係冇嘢遮擋嘅。第二個佢係 F 型133方，佢使用率嘅話就會去到成200方。如果想買200萬左右嘅別墅嘅朋友呢，可以先參考下呢一間。然之後最主要係睇佢嘅裝修，佢個戶型係非常之 OK 嘅，有3個頭房。OK，咁我哋而家即刻出發去睇下咩環境先。喺我哋公司過去呢，大概係5分鐘到啦。我哋可以我哋可以睇到後湖居出嚟嘅生活圈呢，就係呢邊嘅啦。另外一邊呢，就係鎮中心嗰邊大潤發啊，呢個就係後湖居嘅另外一個門口。OK，我哋陣間馬上就到啦。而家我哋喺振華路入後湖居呢個大門。呢邊呢個係北門最大嘅啦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張啊。今日咧，我哋嚟到雅居樂嘅後湖居呢度睇一間 F 型嘅133方，有3個透房嘅1/4別墅仔。呢個別墅咧，同樣都係全新裝修嘅。咁我哋呢個位置嘅話，就喺成個後湖居角落頭呢度。呢邊咧，你睇到呢個位置停車非常之方便。呢個就係三鄉中學啦，三鄉中學隔離就係三鄉理工嚟嘅。然之後呢個就係雅湖居。呢個小區一共有3個門口，咁我哋啱先喺北門嗰度入嚟嘅，你可以去大潤發嗰邊買嘢食飯，就喺景湖居嗰度。然之後咧，我哋同樣都可以喺東門嗰度出去。出去嘅話就係中心城，中心城同埋塞納湖同埋洋溢居嗰附近咧，同樣都係有嘢食嘅。買嘢啊，過鴉江市場都係比較近嘅。呢一間133方嘅建築面積係交2個8一個方嘅管理費嘅，停車咧係有2台小車係免費嘅。咁佢上下係3層，2樓有2個透房，頂樓有1個透房嘅。咁佢依家全新裝修好啦，佢實用面積咧，花園縮細咗之後，建築面積起碼達到咗200方以上噶啦。呢個位置佢門前咧停車係非常之方便嘅，而且唔怕水浸。OK， 我哋入屋睇下。嗱，我哋依家就開咗呢個不鏽鋼嘅密碼鎖大門，呢個質量咧感覺都幾 OK 喎，好鬼重手喎。咁我哋直接就入嚟，因為佢依家係設計咗4房4衛嘅，一樓呢一邊咧就做咗個長者房。其實呢邊係由花園搭咗出嚟嘅。同樣空調啊、床啊、衣櫃啊，全部做好晒噶啦。一樓咧就相當之闊落噶啦，因為佢擴建咗之後，花園就用嚟做建築物。咁電視啊，同埋電視櫃啊、餐邊櫃啊，所有嘢都配合晒中央空調。哇！呢個廚房真係不得了啊！你睇下，坤哥過嚟睇下，我哋睇下呢個廚房。哇！真係呢個廚房啊，電器係萬和嘅，4門嘅冰箱，所有個櫃啊呢啲全部都做好晒，真係比較用心。廁所喺呢邊，廁所呢個廁所稍為會細少少。OK，咁我哋繼續參觀2樓。呢啲燈應該係感應嘅，咁可以上去睇到呢個燈。你行一步佢就着一下，呢啲石頭嚟嘅。2樓咧有2個透房。我哋再講下朝向，其實朝向都好重要嘅。呢個朝向係東南朝向，呢個係其中一個透房仔。咁同樣空調啊、床啊、衣櫃啊，全部做好晒。你睇下呢個洗手間乾濕分離、智能馬桶。另外一個透房都係差唔多，所有嘅配置都係一樣噶啦。呢個就會細啲啲。我哋最後上去睇下主人房。
哇！呢個主人房真係90度無遮擋嘅玻璃，一望出去呢個景觀係咪啊？非常之有望喺呢個角度望出去咧，可以望到出邊大部分嘅景觀啊。不過樓層太矮啦，擋住咗即係擋住咗好多嘢。唉，順德嚟講喺呢度入嚟啊。OK， 1、2、3。OK， 我哋睇下主人房先。主人房咧呢個位置咧就做咗窗，其實咧正常嚟講就係唔係嚟嘅，真係陽台嚟嘅，頂樓嘅陽台。咁做咗嘅話，成個空間感拉闊咗好多，而且視野都開闊咗唔少。採光嘅話就唔使問㗎啦，做咗咁多玻璃，採光係非常之好嘅。哇！呢個房真係大啲喎，你睇下呢排櫃不得了喎。嗱，仲做咗個浴缸主人房。咁我哋作為一個中介，梗係要企喺客觀嘅立場上去講嘅。呢間房嘅優點咧就係朝向非常之好，而且停車特別方便。然之後佢呢個戶型咧比較實用嘅3房3衛，1樓仲做咗個房俾你，咁啊做到咗4間房。就係如果係話港澳人士上嚟度假咧，呢啲房係非常之實用嘅，因為佢做到咗拎包入住。可能有少少缺點嘅咧，就係呢個位置可能會離大門口會遠少少，然之後隔離就係學校，可能平時上落課咧會有少少嘈。咁佢呢個陽台仔會細翻啲，不過基本上咧，業主設計得還算 OK 嘅，呢啲位置啊、擋二棚啊，全部做好晒。依家呢間屋售價係200零萬，中意嘅話就可以揾我睇房。我係阿張，拜拜。